好，请问爱办理嘛个？歹势，我想要借3本书。好，让家属证加我一下。好，系啊咧。好，这3本书已经登记好势，12月24号到期，要记得还书哦。好，感谢。我们嘅图书馆有 App 做得使用，做得协议下来下载。係講聽表係還書嘅期限 ，App 當中未看得到。食材改方便，多謝。看得情景劇，一下我哋先來認識一下佢嘅重要嘅詞彙，大家記得要聽聽音樂。辦理，辦理，辦理。家屬證，家屬證，借書證。加我，加我，借我。圖書館，圖書館，圖書館。下載，下載，下載。翕，翕，拍照。填表盒，填表盒。忘記。還書，還書，還書。接下來，我哋來學到嘅接送用到嘅機型。好，領家屬證借我一下。好，領家屬證借我一下。好的，你的借書證借我一下。好，好的。領家屬證，領家屬證，你的借書證。借我。借我，借我。一下，一下，一下。好，領家屬證借我一下。好，領家屬證借我一下。好的，你的借書證借我一下。12月24號到期，要記得還書哦。12月24號到期。要記得還書哦，12月24號到期，要記得還書哦。12月12月24號24日到期到期，要記得要記得還書哦，還書哦，還書哦。12月24號到期，要記得還書哦。12月24號到期，要記得還書哦。12月24號到期，要記得還書哦。我哋嘅圖書館有 App 做得使用，我們的圖書館有 App 做得使用，我們的圖書館有 App 可以使用。我們的，我們的圖書館有 App，有 App。做的可以使用。我們嘅圖書館有 App 做得使用，我們嘅圖書館有 App 做得使用，我們的圖書館有 App 可以使用。好，以上係一個單元所有嘅對話練習，記得咯。要多聽多練習哦。